喺身後邊咧，你見到咧，其實有3個樓盤。咁呢個有咩地方啊？呢度就古洞咯。咁啊，古洞咧就將會有一個咧就係古洞站嘅興建。咁啊，興建完之後咧，就預計2027年嘅年中啦，或者年尾咧，就將會正式使用嘅。而喺呢個部分就有3個樓盤咧，就將會去安排啦，就發展商會陸續去發售㗎。咁啊，包括有邊3個樓盤咧？咁啊，大家都想知道係咪？嗱，你見到後邊就係會德豐嘅樓盤啦，咁啊將會早少少去發賣嘅。咁啊，其次咧就會有一個嘅恒基盤啦。咁啊，再近少少嘅喺車站總會樓上咧，其實咧就係新鴻基盤。咁咧，我哋都留意住呢個發展商嘅一個公佈咯喎。而喺呢個古洞北呢個項目裏邊咧，咁啊最重要咧，仲有一個政府大樓興建啦。咁啊，政府大樓嘅興建咧，會產生咗好多嘅職位啦，政府人員啦。咁而需要工作嘅，需要住房嘅，係咪需要交通嘅？咁基本上咧，呢度咧配套係完善嘅。咁啊，大家注意住呢個古洞北嘅發展咯喎。好啊，嗱，後邊見到咧就將會興建一個政府大樓嘅，咁就係呢一塊空地嘅上邊啦。咁啊，大家留意下啦。